寡人也早有灭陈之心，只是要灭陈国，我们总要找个什么理由啊？我们以讨逆捉拿孔焕为由，借机灭陈。好，此次是灭陈的最佳时机，此事就交于你去办。那陈国来使如何处置啊？杀掉来使，即刻发兵灭陈。诺。爹，爹，依孩儿看，您就别去周都洛邑了，路途太远，孩儿担心您的身体吃不消啊。不行啊，昨晚爹想了一夜。这次去周都，事关重要，如果现在不去，将来爹就更去不了了。如果爹一定要前去，孩儿愿陪您一同前往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啊。有家人同去，你就在家看家吧。再说，老子先生每月还要来讲道，记住，一定要照顾好老子先生。好吧，请爹放心，您一路保重。好啊。世子，前面是徽州派来的杀手，你快走！他们是冲我来的，保护好我的儿子。你们走，我怎么能走呢？走！哎呀，兄弟们，杀了他们，咱们就回去领赏了。给我杀！走！父亲，快走！父亲，快点！大家静一静。今天是老子先生本月讲道的第2天，也是最后一天。希望大家好好听，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。好，现在就请老子先生开始讲道。先生。好，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福祸互化的道理。福祸之事，相互依附。福可转祸，祸可转福。得福得祸，皆因每个人自己的行为所致。正所谓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积善可得福，积恶可得祸。因果之理循环往复，相互转化，并无定律。
快点，跟上了！咱们今天奉周大夫之命，去捉拿妖言惑众的老子，别让他跑了！快点，跟上了！所以，为政者当明达福祸转换之理，无为而治，正解化民，行为端正，不伤于民；为官廉洁，不苛于民；行事中正，不偏于民；施恩于民，而不炫耀。如此无为之治，上下皆服，祸自远去。闭嘴！真是妖言惑众！什么上下皆服，祸自远去？我看你是今天大祸临头！奉易大夫之命，特地前来捉拿在此妖言惑众的老子。来呀，诺，给我带走！诺，慢着！你们凭什么抓人？你是干什么吃的？敢阻碍办案？我是急公之子姬信，你们为何要抓老子先生？滚一边去！什么鸡信狗信？我办案用得着你管吗？大人，这是州都朝中退职的济公之子姬信，咱们可不能得罪他。什么鸡信狗信？什么济公？不过是一个已经退职的无用之人罢了。你敢打我？你胆子够大的！你要为你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。你威胁我呢？滚！要不我杀了你！滚！请问，我身犯何罪？你们为何要抓我？你蛊惑百姓闹事，诽谤朝政，这还不够吗？你说我蛊惑百姓闹事，请问哪一位百姓闹事了？你说我诽谤朝政，再请问，我诽谤哪国的朝政了？哼，我看你们是欲陷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好吧，既然你们要抓我，我就跟你们走一趟。师傅，不能跟他们去。童心，马童，你们放心，我去就来。不，我们跟你一起去。不，童心，你们听话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来啊，诺，给我带走！是。不许抓老子！反了你们了！你不能抓老子先生！全都给我带走！你不能抓老子先生！都给我闭嘴！先生，闭嘴！住手！这件事和百姓们无关，我一个人跟你们走。来啊！在！全得给我带走！诺！慢着，我的事和他们两位无关，把他们放了。不行，他们殴打公差，全都带走。你，大人，我不能这样啊！把他俩放了，把老子带走。别动，不用抓我。师傅，先生，怎么办？先生。禀大人，老子带到。进。
你就是老子？对，我是老子。大胆！你见了本大夫，为何不跪？你是苦役大夫？哼，那还有假？请问易大夫，按大周之律，陈国之法，何等人需向你下跪呢？只要是平民百姓，见到本大夫我呀，他就得下跪。易大夫，此言差矣。以大周之律，陈国之法，只有犯罪之人才应向你下跪。堂堂易大夫，竟连这样的法度都不懂吗？这本大夫当然知道了。那，你为何还要让我下跪？你不是平民百姓，而是个犯罪之人，你还不快跪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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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哈哈！他们要是敢把师傅怎么样，我就跟他们拼了。童心姑娘，你别着急，他们不敢把老子先生怎么样的。说也不巧，我爹今天刚走，要是我爹在，让他和易大夫说一下，保证易大夫就会把老子先生给放了。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连那个小异族都敢打你，还提什么你爹？你说现在什么世道啊？连老子这样的好人都会被抓起来。听说这个新来的易大夫是朝内孔焕大夫的家人，这次孔焕当了司徒，才把他派到我们苦役来做易大夫的。一个家人摇身一变就成了易大夫，这还真应了那句话：一人得势，鸡犬升天呀！唉，抓起来了呀！咱们怎么去救他？你口口声声说我有罪，请问，我罪犯何律？法犯哪条？你聚集百姓闹事，利用讲学，妖言惑众，图谋不轨。如今你又仇视本大夫，你该当何罪？身为易大夫，说话行事当有理有据，可不能妄言呐。本大夫说话从不妄言。我所传大道之学，皆劝人向善，使人人能在和谐的环境中行事生活，这怎么能说是妖言惑众呢？如今你大祸临头了，还敢狡辩？本大夫刚刚上任，就是要治一治像你这样的违法之人。哼！你身为易大夫，连最基本的法度都不懂，怎么能治理好偌大的苦役？你竟敢跟本大夫这样说话，简直是反了！今天本大夫，我一定要治你的罪！来人，诺。走，走。权在你手，你自可滥用。但若你乱行权力，后果自然知道。把他给我压下去，压下去，快！陈公有命，苦役大夫听命。今楚国派军3万之众，由弃疾率领前来攻打我陈国，情势危急，各役速加固城防，整顿军队，准备御敌。遵命。先把他给我关起来，等本大夫安排好城防后，再来治你的罪。哼，走。
公元前534年，楚灵王派公子弃疾率兵3万，以讨逆为名，攻占了陈国都城宛丘，拆毁了陈国的宗庙。孔焕被楚国弃疾以悖逆之名所杀。就这样，陈国被楚国灭掉了。你说都这么多天了，师傅怎么还不出来呀？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童心姐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不可，域内戒备森严，你们不可贸然前往啊！若救老子先生不成，反而被官府所抓，那可如何是好啊？不怕，救不出师傅，我活在世上还有何用？现在就去。对，现在就去。等等，你们如果真的要去救先生，也要先知道先生关在哪里啊！这样吧，我去易衙找个熟人打听一下先生被关在哪里，然后再去救。好。二位先在府中等我，我去易衙打探。快去快回。好。错了，看来是我错了，没有听本源师傅的话。大道之血不应该这样传。如今大道未传，却身陷狱中，这应了本源师傅的话：守道容易，传道难呢。难道我的大道学说真的错了吗？先生，你吃饭吧。哦，这位老伯，有劳您这段时间的照顾，多谢了。老子先生客气了，你是我们陈国的圣贤之人，不知教化了多少百姓。这次遭此大难，老朽我心里也非常难过。恨不得马上救你出去，可是我一个小小的狱卒，唉。老伯不必如此，到这里来，并非是我的难，而是我的福啊！是福？先生你糊涂了，这怎么能是福啊？这地方跟地狱一样。谁愿意进来呀？关糊涂了，关糊涂了！你真是关糊涂了呀！是啊，糊涂了。若不是来到这里，我怎么明白自己真正的糊涂所在啊？拜见公子。各位免礼。谢公子。各位，楚军虽命我掌管陈国国政，现在陈国虽然被我楚国已灭，但陈国百姓是人心不服，各邑大夫更是不服啊。为了此事，本公子可是寝食难安呐。你们谁有良策，能为本公子解忧啊？
启禀公子，听说陈国有德高望重的人，若将其请出，定能辅佐公子安定陈国的民心。哦，此人为何人呢？此人就是苦役取人里的老子。老子。此人在陈国传播大道之学，陈国百姓无不对他十分的敬重。那，此人现在何地？据说是被苦役的易大夫抓了起来。这苦役大夫为何要抓老子？据说是因为老子在陈国讲学传道之时得罪了那个苦役大夫。哼，陈国之所以灭，就是因为有了这么一帮糊涂的官员。连一个做学问的都容不下，他们焉有不亡之理？应借此机会罢了苦役大夫的官，换成我们的人，并救出老子，请其辅佐公子，如此，公子之忧可解矣。好，此事就交由你去速办。诺。就是在这儿，先生就被关在这里。好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们去救师傅。同心姑娘，我也一起去。你别去了，你不会武功，去了岂不白白送死？马童，咱们走。走。啊，同心，马童。饶命！饶命！把门打开，不然杀了你。好，我看。师傅，灵儿哥。师傅。师傅。师傅。灵儿哥。是童心和马童的声音。师傅，童心，马童，我在这里。师傅，马童，快！师傅在这儿。童心，师傅，马童，可找到你了。你们怎么在这里？我们来救你。哎，你们真糊涂！按律法，劫狱可是死罪呀。不怕。你们快走，我很好，你们不用管我。不，师傅，今晚我们就把您救出去。童心姐，快别说了，我们赶快救师傅吧。好。这门上有锁，怎么办？砸开。好，快点。有人劫狱了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有人劫狱了！有人劫狱了！哇，来人了！你们快走！快走！走！大人，
是不是成都契吉那边有什么消息了？大人，成都那边还没有消息。没消息？你深更半夜来干嘛？禀大人，刚才有人劫狱。什么？劫狱？是。什么人如此大胆？是一男一女，就那个老子的。反了！现在这个契吉正在找我们的茬呢。要是这个狱真的被劫成了，这不正好给契吉治我们罪找到了借口吗？大人，您放心，这个狱啊，他们没劫成。哦，那劫狱的人呢？已被关进大牢里了。好，将他们严加看管，明早本大夫就治他们死罪。诺。大人，你还有什么事？老子怎么处置啊？怎么处置？按破坏国法处死。诺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东西和马东，他们一定被抓住了。我爹回来，我怎么跟他老人家交代呀？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把老子先生救出来。马童啊，你们怎么能做出如此糊涂之事？你们难道不知道，劫狱是要被砍头的吗？师傅，我们就是想来救你，其他的什么也没想。救我？没有把我救出去，你们自己倒被抓进来了。好吧，咱们就一起等着被砍头吧。师傅，就算被砍头，也只能砍我们的头，他们也不敢砍师傅您的头啊！唉，按大周律法，劫狱之人与被劫之人同罪。啊，这也罢，咱们一起长大，又一起被砍头，也算是今生有缘，同生共死了。师父，同心。师父，我们不怕，能与师父共同砍头，同心，也算没白来这一世。同心呐！师父，哎，别说话，别说话，不许说话，都安静。来人，将老子三人带上堂来。快点！禀大人，老子三人已带到。你们好大的胆子呀，竟敢犯上劫狱！你们难道不知道这是死罪吗？死罪就死罪，我们既然敢来劫狱，就没想活着回去。好，好啊！你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？今天本大夫就要看看，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本大夫的剑硬。你这个狗官，利用职权随便抓人，滥杀无辜，
你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来人！在。按律法，劫狱之人与被劫狱之人一并处死，将此3人推至法场，立即斩首。有。走。老子先生被抓，生命危在旦夕。今天召大家来，就是为了前去救先生。公子，我们跟随老爷和公子这么多年，老爷和公子待我们恩重如山。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，您就尽管吩咐好了。是啊，有什么需要，请公子吩咐吧，我们万死不辞。好。先生的弟子童心和马童昨晚前去劫狱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一定是被狱卒给抓了。按律，劫狱者与被劫者均犯死罪，我想，易大夫一定会治他们死罪。所以，我们要这样。这是什么世道？连老子这样的一个好人都要被砍头。咱们陈国的百姓就是倒霉，当官的从没为百姓考虑过，视我们百姓为草芥，说杀就杀。老子先生犯什么法了？不就是给我们百姓讲了讲他的大道之学吗？连话都不让说了。看来我们百姓以后没得活了。快点啊！哎呀，快！童心、马童，都怪我处事不周，招来杀身之祸，连累你们了。不，师父，李二哥。因我从小青梅竹马，历尽坎坷，今日能与你一同死去，也算是我童心的福分了。李二哥，我虽无大志，但自从跟随李二哥弘道以来，也深感我人生意义非凡。今天能够和李二哥一同而去，我马童也死而无憾了。好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到此找谁？我们是从晚秋而来。快，让你们易大夫出来迎接。我们易大夫没在易衙。他现在何处？他在法场。他去法场干什么呢？他要杀一个叫老子的，还有老子的2个弟子。杀老子？混账！法场在哪儿？在城东。快，法场！禀大人，时辰到。时辰已到，准备。斩！住手！休要伤害老子先生！不许杀老子！反了！快姬心，是姬心！快把他们都抓住！跟他们一把杀了！住手！不能杀！都给我住手！
谁是苦役大夫周烈？我是周烈。我是契机公子派来的传令官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在下正在这儿执行律法，斩杀这个妖言惑众的老子。杀老子？哼！苦役大夫听命！还不跪下！苦役大夫周烈，是非不分，擅自抓国家之贤良老子，乱用职权。今免去周烈苦役大夫一职，其职务由武良接替。还不替老子先生松绑！快将老子等人松绑！先生，受惊了。多谢相救。在下武良，是奉契机公子之命，前来邀请先生入朝的。契机，他不是楚国的公子吗？怎么跑到我们陈国来下令了？先生有所不知，现在楚国已经灭了陈国，陈国已是楚国的陈邑。楚王命契机公子掌管陈邑之政。这是何时发生的事情？20日前，我们已经占了晚秋，拆了陈国的宗庙。你们楚国也太过分了，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公爵之国呢？这不关你我之事。我是特奉公子之命，来邀请先生入朝为政的。不去，我不去。我是陈国人，陈国已灭，我怎么可能去为陈国的敌人辅政呢？先生，你也不要说气话。契机公子不也是为了更好的治理陈国，才命我来邀请您的吗？好吧，我就与你去见一见这个契机。请。季大夫最近身体可好？还好。季大夫隐退这么多年，怎么会有空到毕府来呢？我说孙满呐，你我兄弟之间说话，就别这么文绉绉的了。为兄此次前来是为周氏之事而来。贤兄有何事请讲。现在周氏朝内各派争斗激烈，各诸侯国又纷纷割据自立，天子身旁无一贤能之人分忧。我这次前来是为天子举荐人才而来的。如今周氏之臣都为自己着想，又有哪位为周氏而虑的呢？贤兄虽已隐退，但仍为周氏奔波，小弟深感惭愧呀。不知贤兄举荐何人也？陈国的老子，此人学识渊博，他有独到的治国良策。为兄以为，天子若能启用此人，定能重振周氏。哦，老子，我听说过此人。他好像在传播什么大道之学。是的，他所传播的大道之学，世人闻所未闻，却有独到之处。老弟在上朝时，可向天子举荐此人，来辅佐天子。贤兄既然远道而来，专门为推荐此人，那么我想此人定会有旷世奇才。小弟